好了，乡亲们有些困过後啊，轉到喺呢節目當中咯。頭先那套了之前，費盡有同大家嚟講到哦，2018嘅哦，有出一本書哦，一下非正書行有拿到嘅一本書哦。唔過一本書，但講係看到嘅嗬，一餐滿足糖，就做得來改善伊嘅體質，就做得強強鬆鬆。來變臭咧哦，哦呀，真是糖起來凍上癮咧嗬。唔過呢，也下現代人三餐嗬，講真實嚟啦嗬。我自家做一餐凍奶，三餐都啲冇好食，我一餐要食糖嗬，都做嘅地係講幾餐全部食糖。唔過呢，都冇去糖凍油呢，一樣嘅食啦。你是講一餐半糖嗬，是唔係講你都攞杯食的糖，攞杯咧青島都攞杯食有青島問題啦嗬。是頭下講嘅較油嗬，有清油。以外哈，你才講，其他你種嘅調味料有問題哈，你哋用嘅調味料，青島氨基酸調味料哈，含氮調味料哈，其實起來唔係講清鹹，係哈，有啲像梅酥呢種，有啲甜甜嘅梅哈，所以其實攞杯糖可能會起到較有味絲較好食哈，不過啲個度嘅該染分哈，我們你講嘅鈉哈。鈉含量是會較高哈，該鈉是強度的時節，你嘅該水分代謝啦哈，還你嘅血壓全部會影響到哈，所以咧都攞杯是有輕度嘅一種問題哈。是講你咧下就得會食品添加劑不用強度哈，所以有啲人無限哈，可能佢早餐、午餐全部都攞杯食哈，你講都。不卡，你是做的係建議個按布頭轉來的時間是簡單做呢種嘅糖。古說走順是攞杯，動作是攞杯，嗬呀，按布石頭黑色盲頭嘅轉到我下切架。來簡單的做下料理，呢種糖哈。你講煮晚餐哈，你煮什麼四菜一湯哈，可能對東東人來講，可能冇乜嘅時間啦哈。你是講有一個均衡營養嘅一個概念，是講你啲糖韭菜有肉哈，係你就種到根莖類哈，根莖類嘅澱粉哈，像你講嘅山藥哈。就到沒講食飯啦哈，你是講該玉米哈、山藥，你就會一個食材了，按照澱粉類哈。澱粉類嘅，古數呢嗬呀，澱粉類咩油咧？係澱粉類嘛油，青菜咩油咧？肉嘛油，肉絲咩油咧？韓國呢最主要係做一碗糖，一糖咩食到嘅？係呢糖嘛做得食哈，是講我寫呢本書嘅時節哈，一開始係冇摻染。冇不用染係，你吃按人嘅糖哈，其實四周的平衡高，你都攞杯是甜鹹哈，還攞杯是冇該纖維質較唔辣哈，還攞杯是甜油哈，你是呢種嘅糖是唔是講人可以用油去煎就去炒按人哈，該油是唔會是甜度哈，所以用呢按人嘅糖去平衡講你均熱哈，都攞杯。已經是凍到就是凍到染哈，該按布條是唔好講就再增加身體的一個負擔，所以你按布條是做的用較簡單的一個食材方式來煮一碗湯，用按人的方式來做一個體質的一個改善啦，哈。哇，按你都做得改善你的體質咧。係，你講就對個食材就對較人帶就得較熱心哈，還做得自家去先講你自家體質，哦，所以一本書裡邊都要冇平樣體質適合嘅糖，係，咪就寫該韓國有寫講你係呢種嘅體質按樣嘅去啲。呢本書是寫講，食材有用人的性質哈，你做得去鮮哈，和你講你種水煮的一個方式哈，係較溫和的方式哈，你種破的用烤的，用烤的哈，用破的該熱性的食物會變到較熱性。哦，是轉變一個食物嘅一個性質啦。種蒸的、種煮的是較溫和哈，還就到你講食沙拉哈，我是就等於會打個精力湯哈，該就到是較人帶哈，所以你種蒸、種煮的時節是用是較溫和的方式去做一個體質的一個調整啦哈，所以你做的種簡單的方式講。
该菜细枪切切啦，哈，然后肉哈，你不用用电锅底部度去煎软汤嘛做得哈，你不用用瓦斯炉去慢慢煮。所以一碗啦，一碗你就全部做出来了啦，吼，这些东西洗好过后不用落去，用就做得，不管是用瓦斯炉也是讲用天锅，全部做会得。好，也唔讲你讲要煮之前啊，吼，你汤一定重要呢。好，也系汤要去加葱盐，都莫把迄滚水就好了，也是讲要一定会皮汤呀嘛该。你又不用肉哈，所以还有不用得根茎类蔬果哈。其实矮掉下不能是某下不用盐啦哈。不过适合泰嘎口味洗煎啊，都写盐放适量就好，少许一点就好了哈。好，你用新鲜食材去煮的洗煎，第二汤会变得很鲜甜哈。如果要增加一些风味哈，其实有几个方法啦哈。是讲你像你就是有个人就是对，就是都用柴鱼，哈，柴鱼唔会讲你规只柴鱼片不用落去，哈，是做的老啲柴鱼片都该那不用到小水里边煮10分钟，不是煮是泡10分钟，浸10分钟就好了，是做的哈，然后该柴鱼片哈，然后佢啲都用热汤来煮，来煮嘿，然该米丝是会做下油哈，含就得食材，用香菇咯，香菇哈，昆布哈，香菇含个海带啦哈，配菜哈，好，冇是其他一个菇类哈，也都要浸下椒嘞哈，我浸伊安菇。你妈做的用煮诶，我们用煮诶，哈，煮了的汤底哈，冇是你老了的昆布香菇哈，这种热量全部较大哈，你妈做的老底部度的食材用它煮，好，妈做的增加了种的一个。你讲了汤的一个风味啦，哈，你煮的时间你是唔是讲？做得一摆吼，然后去煮起来，妈做的，变到冷冻，我食的时间将拿一角出来，2角出来，做的，用咩做会得啦？吼，也咩係一種方法，也做一個較基本的湯，做得先後去做起來。就都做得加一點小魚乾哈，就都講你要增加骨質密度，增加鈣質攝取哈。你媽做得講，你柴魚高湯，或是你昆布高湯，底部都不用掉丁香魚，哈，生魚布，還不用太滾哈，可以先煮起來嘛，做得。古所應講到也個湯啊，吼，也都要增加佢嘅風味。你喺講啊，吼，你。其實加按到嘅條頭先講到嘅條菜啊、肉啊，也都本身有米絲嘅，冇愛用嘅湯其實咩做會得啦，嗬，也做係提供本體㗎，嗬。好，嗰剩下來嗬，其實係係要其他嘅，嗬，也做係呢嘅也地包度素地包度嘅也一出湯，嗬，哎呀馬鈴薯然後牛肉湯嘅，係，嗬，你叫天婦咪有馬鈴薯是係天婦啦，嗬，錯。自家做的碗，自家好食的食材啦，吼，但食譜是供提供大家參考用，參考用哈。按你呢一個方式哈，唔是個不用煮，哈，還唔是不用煮。按你食的哈，你看就綠花椰就蘑菇就甜豆荚的全部係高纖的菜，哦，也纖維質都有啦，纖維質是有啦哈，所以按你食你是看唔會咬哈。是會較飽哈，所以按煮起來差唔多是是該泡麵該碗公4碗公哈，差唔多煮起來就按一碗。煮泡麵嘅4碗公按用1碗嘅哦，唔係係唔講食一大碗公按太少。就都講洗來是會較高哈，其他體重較重的時間，佢按10碗可能會吃唔飽，你食2碗就得哈。因為你按你一道的一個食譜，你都不超過400大卡。嗰個按用一隻做湯來講一，所以話啲嗰啲料咩咁豐富咧嗬，一個幾個熱量冇超過400大卡。你食一隻雞腿便當，一隻該飯豆嘅1000大卡，1000卡嘞，然後1000大卡按到嘞，所以你是2碗，其實咩冇按到啦，也就係應該馬鈴薯牛肉湯嗬，本大家參考下。即係過來看，等我一隻，也係按咗糖板度豆腐皮係嘛？豆腐皮要破嘅，要嗰種嘅冇破過嘅，我用呢種嘅啊。用破嘅是較香啦，哈。其實用破嘅你。
这种的一个食材，我们把它归类在中脂的一个蛋白质，就是说，该脂肪的含量是算中间的，哈。台湾人可能牛肉，哈，可能是低脂，是用粗肉，哈，含量就是油脂会较多一点的，哈，嘛唔会超过10度、7度，哈。尤其是某些那种的年糕，某些那种的年糕。你做的不用其他的，台湾讲，用乜嘢來推？你做種嘅嘛個山藥，好，我是芋頭嘛，嘿，烏誒哈，還你講嘅蓮藕，好，蓮藕嘛係澱粉類哦，嘛係澱粉哈，也都做係做得去做一個替換哈。好，過來試下來，過來看一種，那種呢是講，我們可以也用一點點的一個中藥材，簡單的，還有像當歸哈，我是鳳爪，哈，我是那種桂圓，牛眼乾哈，做的一個調味哈，含料這樣子的一個做法，你嘛做的講，不用得枸杞，我是。枸杞嘛是有得枸杞嘛，枸杞有得甜味哈。按注意了嘛，是迄個，唔是不用嘛個染嘛，唔是不用嘛個調味料。都其實嘅日本蛋嘅一個甜味都有咧，吼。係像我哋問哦，像按用嘅一本書啊，出到日下吼，嘅一個讀者吼，有本人都嘛個用嘅回饋哦，所以講個佢做得按嚟做啊，吼，佢出到效果嘅。因為讀者係讀新加坡哈，是買了本書哈。佢當日哈是找尋，哈，其實佢封片是找尋去給他做第二樣的一個湯哈。你其實該材料佢前一天是先準備哈，找尋是不用要填包。119，佢按用119嘅時間，30日是30日嘅時間，就啲食譜1到30天，就做一啲來減重嘅哦，真係咧吼，因佢每聽睇營養師按用嘅分享過後吼，觀眾朋友喺講上嘅較清楚嘅了解，做啲上喺一個網站吼，嚟看下上這情形吼，聽拍嘅手機有上愛做較簡單空間改善體質嘅同類什麼咯吼，因講粗啊唔係必須來講嘅標準，為到因身體空間吼。一個減低脂肪係有必要嘅哦，咁我當時冇一定來到人家現場，按子些，好啦，人家下呢來聊下天，講下佢哋聽到人哋欣賞，聽下來好好做運動哦。